今日日日去睇啦，一入屋咧見到個正方形大廳嘅，咁啊四四方方啦，有個窗仔咁嘅。咁我哋睇下廚房先。廚房咧，喂都幾闊大喎，一邊可以擺雪櫃、洗衣機，一邊係爐頭。咁啊浴室咧，乾濕分離嘅。咁啊睇下第一間房，四四方方幾大間喎。景觀咧就樓景嚟嘅。睇下第二間房，一樣咁大間喎，都幾大間。三邊落床都勉強得嘅。咁啊睇下呢邊嘅景觀。哦，呢邊望返福華街黃金電腦廣場嗰邊嘅。好，介紹返呢個盤叫福人大廈，樓齡呢就係47年，1979年入伙，最高樓層係12樓，合共有116個單位。交通方面呢，步行1分鐘呢就到深水埗地鐵站，對面呢就係黃金電腦廣場，咁啊其實非常方便嘅呢邊。深水埗呢俾人感覺呢係複雜啲嘅，咁其實住落呢你就會發現，全香港最平嘅電腦產品，全香港最平嘅五金工具都喺晒呢一度。附近有食肆林立，交通又便利，其實呢度係值得考慮。呢度係福人大廈，有興趣嘅話，即刻帶你去睇。